珠海華發商都係我哋經常去嘅商場。今日好早嚟到，未算多人，必食翠華早餐，無論係咖啡定係奶茶都好啱我心意。Have a nice day。其實佢嘅早餐 set 都係來來去去公仔麵啦、滑蛋麵包咁樣，但係水準穩定，所以我好鍾意。打卡送菠蘿包啊！真心翠華嘅菠蘿包好好食。跟餐滑蛋牛油包，充滿誠意。將啲滑蛋加埋喺牛油包上面，啱晒我呢啲蛋怪。第一次試佢嘅公司三文治，又係厚蛋，呢個就一般般啦。東方蜜蘭抵飲，華發商都有我最鍾意嘅包師傅。中午返嚟切個生日蛋糕，然後就品嚐包師傅新品朱古力肉鬆小貝，都係經典好味啲。番薯糕都係唔啱我心水，就算入邊有芝士都係麻麻地。新出3隻口味嘅司康，反而好好食喎。朱古力司康唔使講啦，好味。不過最好食都係堅果味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下。